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。上一條片就講完日本浸浴嘅奇趣歷史啊。呢一條片呢，我想講下古羅馬嘅沐浴文化。日本人浸浴啦，就源自傳統嘅神道教噶，係想淨化身體同心靈。古羅馬人呢去沐浴就唔止為咗乾淨嘅。古羅馬嘅浴場根本係一個大型嘅政治、商業同藝術中心。香港人放工放假經常去行下商場啦，約朋友喺商場食餐飯或者飲杯咖啡吹下水咁。而古羅馬人工作之外消閒嘅地方就係大浴場啦。公元2世紀，即係大約中國東漢末年啦。當其時就魏蜀吳三國爭霸啦。嗰陣時羅馬已經興建大型嘅公共浴場啦。去到中國東晉時期，羅馬城內竟然有11座大型嘅皇家浴場，900幾座公共浴室，而且分佈非常平均嘅，即係貧民區都有大浴場咁。當其時羅馬城人口大約100萬，即係點呢？即係1000人左右已經有一間浴場啦。喺中國東漢末年羅馬卡拉浴場面積超過11公頃嘅。11公頃即係等於260個標準籃球場。基本上呢個已經唔係浴場而係廣場。閒閒地一個沐浴嘅池可以同時容納1600人嘅。全部嘅浴池加埋面積接近一艘航空母艦嘅甲板。大家話幾咁誇張呢？呢座卡拉浴場有熱水池、溫水池、冷水池、桑拿房、按摩室、健身場、圖書館、商店、演講室、酒吧，仲有花園添。唔知咁，室內室外亦有人演奏音樂嘅，根本就係5星級度假中心。大家想象下，下晝3點鐘，羅馬人收工啦，陸續去浴場。入場前浴場門口有大量嘅攤檔擺埋啲食物或者葡萄酒咁啦。另外有人提供理髮、修甲、剃鬚或者其他美容服務等等。入到浴場咯，有生意人喺度傾緊生意，有政客喺度拉票，有啲老人喺度捉棋，有人喺度健身，啲細路仔走來走去。而女士基本上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可能話題唔同啫。男女亦唔係同浴嘅。呢點同古時嘅日本唔同啊。羅馬嘅皇帝好早已經禁止男女同浴，而女浴場一般就細啲，裝修亦差啲。例如冇咁多藝術擺設咁，有啲場就分時段使用嘅，上晝就婦女時段，下晝就男性時段咁。考古學家喺龐貝古城嘅女性浴場入邊發掘出一啲青銅鏡，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羅馬婦女去沐浴通常都順便去做埋美容嘅。古羅馬嘅男人沐浴亦非常有儀式感嘅，佢哋通常就會先做下運動咁啦，舉下重出一身汗啦，然後就入溫水房適應一下溫度先，就令個身體放鬆，跟住再入熱水房，即係接近桑拿噶啦。之後就係刮油啦。刮油即係咩呢？即係身體就塗滿橄欖油，再用一件金屬嘅刮就刮咗身上嘅油。可以咁形容嘅係刮乾淨身體。大家應該知道啦，水就唔能夠去除油脂嘅，只有油先至可以去除油脂。古羅馬當時仲未流行用番梘嘅，羅馬人已經識得用橄欖油去除油脂啦，可以話相當科學嘅。刮油之後就跳入冷水池啦。其實古羅馬人呢種沐浴文化係非常聰明嘅。大家諗下，定期而且好多人聚集嘅地方，自然就可以搜集到更加多資訊。生意人可以了解大眾嘅諗法同特徵啦，政客可以了解公民嘅訴求，婦女可以交換生活資訊，男女都可以八下卦，又可以炫富啦。市民有咩怨氣可以發洩一下啦，當權者亦比較容易掌握民情，所以呢個大型嘅社交場所其實非常有利於統治嘅。好啦，咁問題嚟啦，咁大嘅浴場何來咁多水呢？呢度講嘅水有兩個含義嘅，第一就水分嘅水啦，第二個含義係錢啦。先講水分啦，或者講水源先啦。大家一定聽過條條大路通羅馬。古羅馬之強大在於佢建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嘅道路系統，而同時亦建造出世界上最先進嘅引水道系統。
呢啲引水道啊，有啲咧喺地面啊，咁即係類似運河咁；有啲咧就架空嘅，就類似一條高架橋；有啲啦，甚至喺地下，咁即係咧引水道上邊仲可以封頂嘅，就方便路面交通運輸啦。咁由此可見啊，當時羅馬嘅工程能力幾咁強大啦。OK， 水源咧就可以大量由引水道引入啦。有咗水啦，又點煲熱啲水呢？係咁嘅，原來當時羅馬人已經發明咧地下暖水系統，個原理咧就係工人啊喺一個三邊封閉嘅爐頭不停燒柴，然後啲熱空氣流入地下嘅大型管道，於是管道上邊嘅浴池啊或者啲房間咧就變成溫暖啦，有啲甚至係熱添。咁地下嘅熱水管多啲大啲，咁上邊嘅房間或者浴池啊咪熱啲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呢一個咧，其實係今時今日地熱暖板嘅原理嚟嘅。OK， 咁解決咗水源同熱水嘅問題啦。呢啲浴場嘅經營成本肯定都唔平啦，建築成本更加係天價啦。咁錢從何來呢？原來啊，羅馬最興盛嘅年代，皇家嘅浴場係免費開放俾啲人民使用嘅。咁當然其他附加服務梗係要自費啦。咁唔通按摩都包埋咩？點解皇帝要咁做呢？好簡單啫，人民聽聽話話，服從皇帝，補貼下啲人民沖個涼啊，都好合理啫。啲人民乖乖地去打仗，皇帝咪獎你沖個涼咯。呢啲小恩小惠，皇帝有能力做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咁另外啊，如果遇上皇帝有咩喜慶，例如打勝仗啊咁，大浴場仲有更加多嘅蛇齋餅粽派發俾啲羅馬城嘅人啊。仲有古羅馬嘅政客想拉票啦，亦會送啲沐浴門票，咁通常咧就一個銅幣咁俾最窮嘅平民啦。如果用現代嘅社會學概念去睇咧，大浴場係羅馬人第三社區，咁即係點咧？即係除咗屋企、工作嘅職場最多去嘅地方。呢個古羅馬嘅第三社區有個最值得稱讚嘅地方係大浴場咧，理論上冇分等級嘅。理論上咧，一個窮人可能同一個羅馬嘅李嘉誠，又或者一個元老院嘅議員阿李慧瓊咧，齊齊浸浴嘅。大家話爽唔爽呢？咁啊落到浴池咧，大家嘅身份都係羅馬公民。嚟到呢度就必須講種相當有趣嘅羅馬生活文化啦，就係公廁文化。大家諗下，咁多人去沐浴，必然需要廁所噶。現代人去廁所就追求私隱啦。古羅馬人唔同嘅，追求嘅係熱鬧，所以由古羅馬人嘅公廁遺跡就可以睇到啦。古羅馬人咧排排坐咁，坐喺啲石嘅馬桶上邊，一齊咧就集體大大嘅。佢哋一邊集體大大，就一邊咧傾下天下大事咁啦，講下民族偉大復興，研究下加關稅，睇下加幾多%關稅先可以再偉大，跟住再討論下點樣為人類點明方向。古羅馬嘅詩人馬提亞爾寫過一首詩，係諷刺羅馬元老院嘅政客嘅，就話佢哋咧每日辦公嘅地點就係大浴場嘅公廁啦。其實公廁講明係辦公嘅地方啦，喺嗰度辦公都好合理啊。由於羅馬人大大嘅時候咁多嘢傾嘅，會屙咁耐嘅，咁所以羅馬人咧就唔同中國人啦。羅馬城市入邊嘅人咧，從來都係用坐廁嘅，而唔係踎廁。農村又點呢？就兩樣都有。有錢人咧喺屋企就更加會用奢華嘅便椅啦。第二樣羅馬人過癮嘅公廁文化咧，就係公廁有守護神喎。古羅馬公廁嘅牆壁上邊通常有一個守護女神，呢個女神咧就係命運之神 Fortuna 啦。咁點解要畫上阿 Fortuna 嘅壁畫或者安佢嘅神位呢？係因為咁嘅，羅馬公廁原來隨時會死人嘅。點解隨時死人呢？第一，如果地下排污出咗問題，啲甲烷呢就會積聚啦。如果遇上火種，可以引發火球噶，甚至爆炸添。咁所以屙下屙下冇命呢，又或者屙下屙下燒傷咗個屁股呢，久不久都會發生噶。咁另外，地下污水道隨時可以有啲毒蛇啊或者老鼠由個馬桶度爬出嚟嘅，咁咬中屁股亦可能冇命啊。咁所以龐貝古城遺跡有文字寫喺牆壁，提醒羅馬人集體大大嘅時候要小心啲。總之就係小心大大啦。
好啦，咁大家一定冇諗過另一個問題嘅，古羅馬人用唔用廁紙嘅呢？各位仲使問咩？當然梗係唔用啦，當時邊有廁紙用呢？咁唔用廁紙又用咩呢？當其時咧就用一支海綿棒嘅，就伸入去後邊拆幾拆咪搞掂咯。於是大家就諗下啦，去浴場沐浴又唔一定咧係大大噶嘛，冇理由次次帶埋私家海綿棒噶。咁呢個問題點解決呢？好容易啫，咪用公家嗰啲咯。羅馬嘅大浴場嘅公廁通常會有啲公家用嘅海綿棒嘅，就放喺一個流動嘅水池仔入邊，邊個用完呢就放翻去水池仔，咁啊擦幾下，下一個人用啦又擦幾下先至用啊，咁咪 OK 咯。各位你估佢唔到呢支清潔大大嘅海綿棒呢，竟然都帶出一段動人嘅歷史故事嘅。公元64年，咁即係咧1962年前啦。咁亦即係咧大暴君尼祿統治嘅年代啊！咁當時嘅羅馬競技場格鬥咧有兩種勇士嘅，第一種咧就受過專業格鬥訓練嘅武士啦。呢啲武士決鬥咧，如果打贏咧可以有獎嘅，甚至可以獲得自由嘅。呢啲武士咧就人同人打。另一種咧就係戰俘同奴隸啦。呢啲人咧唔係同人打，而係同獅子啊、豹啊打。呢啲手無寸鐵同猛獸血戰嘅勇士咧，幾乎可以話猛獸必然咧咬死佢哋嘅，根本上係絕對冇得贏嘅。咁觀眾睇啲乜嘢咧？就睇一個人點樣俾猛獸凌辱，然後點樣被咬死。有一次一個戰俘咧被押上競技場，佢就明知自己必然係被凌辱，而且要受到莫大嘅痛苦。咁所以咧佢臨出場前咧就要求要去大大啊！呢個戰俘入到廁所啦，佢大大之後就將自己用完嗰支海綿棒呢，就夾硬塞入龍喉裏邊，直至窒息而死。之後羅馬嘅哲學家塞內卡呢，喺佢嘅作品《道德書簡》入邊記錄咗呢個故事。佢就形容一個最不雅嘅動作背後係令人肅然起敬嘅勇氣，因為呢個戰俘係用勇氣拒絕羞辱。而羅馬嘅貴族咧就貪生怕死，任由暴君尼祿羞辱，一啲吉事都冇。咁呢個故事咧係得到考古學家證實嘅，仲記載咗喺古羅馬衛生史入邊添。OK， 咁嚟到呢度點解古羅馬嘅沐浴文化又會沒落呢？後來點解歐洲人又咁驚沖涼嘅呢？咁中意噴香水嘅呢？呢個部分我會喺下一集咧再同大家慢慢講解嘅。仲有我又會講下土耳其浴嘅歷史咁啦，咁請大家都留意下下一集播出啦。最後我前邊講嘅卡拉浴場呢個遺跡呢，依家依然保留嘅。如果大家去意大利羅馬，卡拉浴場呢係一個唔可以錯過嘅景點嚟噶。呢個歷史遺跡入場費大約82蚊港紙左右啦，交通又方便喎。如果你體力好，可以上午就行卡拉浴場啦，親身體驗下我呢條片所講嘅情景啦。下晝咧可以再過隔離羅馬競技場，兩個景點咧都十分接近嘅。搭地鐵咧好似一個站啫，行路咧都係20分鐘左右啦。最後我今日把聲咧仍然未係好好啊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仍然提一提大家，記得訂閱和你看歷史啊，拜拜。